观众朋友，今日讲好无？翻下书看复起来，係暗谷劉浩明。書法係一種藝術，我哋文言用大筆寫出像詩般的文字，把一片文化有得歸層的底蘊。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係我哋呢山峰書法班的創辦人，我哋呢車國東車先生嚟到我現場。同人分享講，伊當初很容易去愛上我哋書法一個藝術，同時變成一個伊一個貴重一個文化使命。我哋馬上訪問今日嘅國東先生，國東先生好。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國東先生，我請問一下，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有紹介下你自己嘅生平，譬如講你哪片人啊，然後同時以前做過乜嘅工作，好冇？我係屏東縣竹田鄉南四村呢個客家子弟，今年從小都一出睇我哋呢竹田鄉成長，到今年做兵過後咧，退伍咧，能去考一個警察單位，187年入去受訓，一直到105年。12年嚟退休，安尼。咁從這個安尼嘅經歷來看嘅話，其實講退伍係咧係做警察咧，警察一般人來講係一個規模限嘅一個工作啦，嗬。咁一般來講，我哋講其實做警察咧，按無限過去應該都休息咧。咁唔係乜個時節開始對書法，你講寫題詩一件事情有興趣嘅咯？安尼雖然講警察單位真無限，但是咧，伊有分，專業單位同一個行政單位，佢用喺一個專業單位，所以講咧，面對一道嘅事情咧，都冇行政單位按無限啦，所以講咧，就有一啲安尼時間咧，推下班嘅時間咧，就可以做出架喜歡嘅語訊節目來嘅嚟，就安尼通力咧來有安尼時間咧，前晚嘅時間來學習一個書法安尼啦。嗰種書法一件事情，因為我哋講我哋從我哋一年紀嘅人嚟講，我哋晚些時間，唔管是小學來講嘅話，無論初中嘅時間，如果愛寫書法，愛寫作業嘅，嗰幾時間如已經對書法如果有一種嘅嚇，還是講因為受到某個影響嘅關係？一個應該是受到環境的一個影響啦，我睇人啥，我爺咧，都一個睇下這個竹田鄉公所，喺上班，而這個本身咧，嘅咧，硬筆詩咧，鋼筆是寫到非常的強，就按呢。可能都就安尼受到我伊也影響啊，對一個嘅書法都有嘅興趣啊，因為伊過年嘅時節啦，我睇到卡寫春聯，即個點如安尼可能都安尼影響嘅啦。嗰時幾時節都看到爸爸幾時節嚟寫題詩，然後因為講，哎呀，係個好嘅事情，同時咧學習嘅過程裏邊，冇想到爸爸寫題詩嘅成樣啦。有也是一定會啦，最主要就嘅咧，也個鋼筆詩對我影響真大。但問題係，幾時前爸爸會特別要求你寫詩，而寫個章？唔會咧，伊也嘅咧教育嘅觀念都講，唔定即個要去主動，去努力嘅咧，伊唔會睇嘅咧，順頭睇別人用嘅嘅咧，按樣寫啦，學習咧就參與。出個本身啦，因為對幾多位人來講嘅話，其實對我哋講書法書法來講，其實就從我嚟講，嘛看唔出佢做到係嘛個好還是唔好，就從頭到我哋呢個東西嚟講，雖然講寫有好看，但是還是有不足嘅地方。佢對一般我哋來講嘅話，我哋基本可能唔啲講，乜嘢都好看嘅事，乜嘢都還不足嘅事情，係咪聽我哋觀眾我哋請我哋呢國東先生聽我哋節目地位同我哋觀眾朋友睇下紹介下講，譬如講我哋書法有用嘅詩體，睇有分用嘅詩體。
体同时也要转变，也要无同的地方。然后一般来讲嘅話，我哋係用以欣賞一條屍體無同嘅變化咯。一個屍體呢，有分做6種，吼，還有大鑽、小鑽，吼，啊，個會有立樹、立樹，吼，啊，個會有錯樹、行樹、楷樹，啊，6種嘅屍體，吼，啊，大鑽呢，就係我哋一開始嘅象形文字，吼，象形嘅文字呢，吼，演變做一個大鑽，吼，啊，但是呢，佢下個呢。神秘嘅觀念呢，較無按好，啊，所以講呢，寫方來吼也真費時間，因為佢全部一割咧睇嘅骨頭啦，吼，啊，嘅呢龜殼啦，吼，一條當方吼，也就愈較慢，啊，所以講漸漸嘅愈演變，吼，做也呢6種嘅屍體出來。就從我哋嘅大鑽變成小鑽，吼，變成錯樹。然後行書，然後楷書。但是後來我哋就譬如講我哋呢，更加6種地步，又變成了差唔多大部分要寫3種，你人係點辦嘅咯？哦，因為冇實用啦，冇實用啦，大鑽太鑽呢，吼，嘅呢寫方來費時，所以講呢，多也慢來，漸漸嘅就較冇實用嘅，吼，啊，但是呢，哦，也除後面嘅4種屍體呢，立樹、錯樹。行樹呢、楷樹呢都運用得較廣泛，所以講呢就還有保留安尼，吼啊強廟呢，吼還係有保留一個隸書嘅嘅呢書寫字體安尼，吼嗰個廣泛的運用呢就一個行樹同楷樹啊，吼是廣泛嘛，吼啊留到呢是錯樹啊，留到呢是看不懂，啊所以講呢都較無安尼興趣安尼，吼安尼。他講如果從用3種地步，譬如行書、楷書，嚇，有種錯書，佢以也要欣賞嘅方式，無你講欣賞嘅角度，各係乜嘅咯？吼，佢簡單嘅一種嘅欣賞嘅呢別人嘅呢詩嘅作品嘅呢方法咧，吼，就係我哋看到一個詩，無論睇展覽場，看一條書畫家展出嘅作品咧，吼，可以吸引。佢喺個也身後，也面前喺欣賞嘅吼，記錄一啲好事。哦，你講也要是過單純，你會想一看咧，佢只係睇啲好嘅地方。咁唔知個等於講，咁也係咪同講，唔知個也要書法家喺寫咗詩嘅時節，以按樣嘅去安排也要詩嘅態勢，無論左右偏，呢一啲方法，還是講？一種東西係一種過主觀的一種看法。在我國語呢，嘅呢書寫就按多年嘅呢經驗下來啦，吼，我還係秉持我哋先生教本我哋呢一種嘅呢觀念，如果講唔是去用嚟去造作啦，吼，你都很自然的、很恭敬的，個恭敬的嘅呢心態呢。同一個詩，吼寫出來，吼做好一個作品，安尼就好嘞。其實伊係用一個過尊敬、過崇敬的心來寫出來嘅話，吼其實伊也要心意，其實可能人，會多多少少感受得到，絕對感受得到。我哋寫詩嘅人啊，吼一定吼落筆，要有一啲恭敬心，吼我哋寫出一個作品啊，用我哋嘅神情來寫出一個作品，哦，因為我哋大部分寫嘅作品全部都古代一個聖賢嘅呢留下來嘅呢嘅詩句嘛，吼，所以說古代人可以留下來一條詩嘅呢詩詞呢，一定有一特性，哦，它的德性，哦，我哋按嚟書寫一下嘅呢。作品嘅時節咧，吼，我哋一定要有一啲恭敬嘅心態來寫，能有一啲好嘅作品出來。從頭到有講到講，後來有拜師嘛，吼。咁你這個拜師嘅時節，你這個學到嘅最多嘅部分係乜嘢？哦，一個學到嘅部分，吼，講實在青島，吼，以前還冇拜師嘅時節咧，寫詩呢，吼，雖然講。
写出来，但是呢，不足的所在真多，啊，又加上那个错数呢看不懂，啊，所以讲呢，就要安尼统一来摆示安尼啊。嗰时先生教我们係講，係用嘅去把一道我以前的無強嘅運筆的方法，去變成粗俗嘅運筆的方法，還是講睇寫詩嘅嗰種心境嘅一種轉變咯。哦，一個而教本嘅人呢，嘅呢正確嘅書寫方式呢，哦，比如講一個錯數呢，哦，都親像打嘅太極拳樣嘅，哦，睇嚴重嘅貫通，哦。啊，對我哋身體嘅嘅呢氣呢，吼可以導引，吼可以去安尼導引一個我哋人體嘅氣嘅流通，吼一個都符合我哋嘅呢，吼這個人體工學，吼啊，最主要嘅個書法呢，就係一種嘅呢，吼書法，吼直接講我哋寫書法可以人人一書安尼。嗰種無相同啊！你寫太詩吼，你寫毛筆詩，可以用運氣嘅方法來寫。休息下我哋下我哋嘛對下題目，我如果嗰度無強嘅嘅介紹到，馬上過來。翻過來，福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就來自屏東竹田三豐書法班嘅創辦人蔡國東先生，同你講佢當初會開始寫書法嘅一個過程。我想請問一下我哋嘅國東先生，因為頭頭已經有講到講，譬如講你嘅先生啊，向華山先生，咁可能講寫書法時，尤其寫草書嘅時間，然後佢用運氣去寫嚇，用運氣嘛嚇。咁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示範講，用我去運氣來寫草書？哦，一個哦，都我哋一個哦，比如講我哋哦，鉛筆，哦，可是哦。啊，我哋呢字呢出喺前面，我哋要書寫嘅呢文字呢，吼，喺度詩嘅呢字狀呢喺前面，吼啊，就用身體來運筆，唔係用書來運筆，吼，喺度搭拖身心筆呢，吼合一，吼用身體來運筆，安尼來寫詩，吼，一個出來嘅線條呢同。用書寫出來嘅線條呢，無強樣，吼，安尼就可以達到我哋呢氣嘅引導，吼，安尼。唔單止錄寫毛筆詩嘅，咪還算是一種我能夠氣嘅引導用嘛，吼，氣的導引。嗰種亦咪係一種算是一種運動嘅咧，吼。也可以啊，一種嘅運動咧，吼，唔會受緊天氣嘅影響，也唔會受緊呢場地嘅影響。哦啊，適合所有嘅年紀，哦，從細哦對細年嘅開始到老人家，只要拿起筆，你就可以寫，係啊。係因為唔單你講嘅方法，我想到因為其實吼，你即家有成立一個三豐書法班嘛，吼，咁啊先冇講，冇講到三豐嘅意思啦。但是吼，我想問一下講，像頭先講嘅呀，像寫毛筆詩一件事情吼，一路。哪個年紀就適合嚟做？嗰種人書法班地位，太細就書係咪？有，哦，從這個3歲以上，只要呢以嗰啲筆，哦，卡嘅穩，哦，就做得係啊，係咧。啊不過呢，年紀呢，嗬，你講3、4歲安尼嗬，都比較都較冇大啦，嗬。伊睇伊啊，嗰呢細年嘅心啊，嗬，還過重啊，嗬。啊，所以講都嘅。有安尼書安尼學生都地講比高等嘅樣安尼，細年嘅話有啲時光冇安親啦，嗬。但是一太年嘅話，佢哋都講已經喺90歲、80歲、60歲，其實都冇乜嘅受到年紀嘅影響。冇，嚇。啊，在我一個教學嘅過程當中呢，就有一位93歲嘅太年生來，來體驗。
嘅一個寫毛筆嘅個體驗嘅過程，伊也非常嘅歡喜安尼吼，我哋做安尼教學嘅文化傳承咧，感覺安尼真安慰安尼啦。譬如講，像我是寫過書啊，咁我係咪寫起基礎班學生咯？在我嘅教學當中咧，我冇分別一個基礎或者進階，我冇安尼分。我一出全部都一開始入來，我都教一個王羲之嘅行錯前詩文，也都我嘅普通我嘅教學嘅一個範本，初學者呢，我會比一個楷書嘅個基本嘅筆畫，如果呢三種詩體同時進行。三種詩體同時進行。係錯。等於如果一開始如果學到楷書、行書同草書，係咪？係錯。我今日對基本嘅人嚟講，我以下講，今日咩講有啲人講，我先學會楷書，能做行書，最尾能做草書，因為講草書最難嚇。咁做乜講一開始我三種詩體就可以學咯？我哋一門時下呢，攞杯一個教一個書法嘅個過程咧，一定都因為講先對一個楷書呢，最基本呢先做嘅學習，能來進階行書、草書，但是我哋一個自從我哋學習嘅過程當中咧，我喺現場同佢講，一個六種詩體呢，喺我哋人生短短嘅幾十年啦，唔來學習一個六種嘅詩體啊，講實在真困難啦，冇按多安尼時間嘛，故所呢，我哋都選擇一個對我哋咧人體嘅氣嘅流通嘅有幫助嘅一個詩體呢，嵌入去，一個草書、行書、楷書呢，其實呢是同一個時期產生嘅詩體，所以講一定相同嘅。做乜講相同嘅呢？我哋嘅頭擺有啲聖賢，叫做孫過庭，他也是個太書法家。而寫一個書譜呢，底部都有寫到講，做草如真，做真如草，一個真因為楷書真啊，叫做真假真，做真如錯，做錯如真。一個草書寫草書嘅時間呢，可以馬上轉做楷書；寫楷書呢，可以馬上轉到寫嘅草書。所以講呢，而家嘅書譜當中呢都有提到，一個詩體呢可以相同嘅。所以講呢，對一個草書嵌入去嘅時間呢，草書同嘅時間啦，行書、楷書都可以同時達到。嘅了解一啲程度啊，係因為人哋講學來講啊，如果發現到講，其實對於台灣人嗰種走到以前嚟講，譬如講，人哋寫冇楷書，然後到行書，然後草書嘅人嚟講，有啲人可能喺體壇一路冇興趣嘅，錯，一路真係冇興趣。但是你即係講，假如要行書、草書，一定寫唔講下，其實我冇因為有啲人嘅律動，一路嗰陣嗰時合寫行書。嗰時佢寫草書，伊都冇辦法，一邊一邊慢慢地，人家講嘅割嘅科嘅割嘅楷書，你嘛？嗰種有啲人律動，其實伊哋後來將來用嘅意思，有啲人伊講後來講，其實雖然講伊當初係按你哋開始寫，但是後來發現講有律動，其實個習慣行書的律動。是有嘅嘢啦，因為楷書嘅學習吧，講實在有比較較枯燥，較無按法拍啦，對一個草書呢，來學習嘅話，如一開始呢，因為講先困難，但是呢，一個困難嘅詩體呢，先學習好嘅時間啦，對一後面嘅兩種嘅詩體啊，就有一啲相當程度嘅了解，因為我也按多年嘅經驗嘛，雖然講我本身嘅體驗嘛，當然嘅我哋社會，我哋
國家呢，可能唔會冇樣嘅認同嘅一種嘅講法嘅，但是呢，也寫10多年嘅嘅過程當中呢，還是因為講人家嘅行書啊，我寫到行雲流水嘅話，唔見得有錯書嘅功力啦，有錯書嘅功力呢，嗰人嘅行書，咱可以達到一個行雲流水安尼啊。可是好多先生有講到講，其實人家一開始搞嘅話，我用啊，等到杭州嘅前詩文嘛，但是因為我哋以前睇搞寫題詩嘅時候，寫書法、寫毛筆嘅時候，你先生都講你用永字八法，咁重要部分人還是會用下。一個用詩八法咪如我哋以前晚些時節啦，我哋呢詩帖地背咧，一翻咧一打，翻咧佢嚟都會用詩八法，但是寫咗咁多年來經驗下來講過後呢，用詩八法啦，還無法度完全代表我哋呢書法嘅所有嘅筆畫。嗰時我本身都解啲神功嘅神，用神有兩隻詩安尼比較對我哋呢嘅書法嘅筆畫較完整安尼啦，我哋教書嘅我哋教學嘅一個方式呢，就會真簡單，嚟寫出嚟嘅做一啲書稿，一個書稿呢都貼一啲塑膠袋嘅台墩嚟，都貼一啲神，貼一啲人面前，一種字，我哋呢毛邊字，跟呢寫詩嘅字呢，種種於文字呢，伊呢安尼慢磨安尼寫，有啲安天嘅力量，故作唔識我哋學習呢，學習嘅人呢都唔會跟你講無從落筆安尼。都等於說係慢磨的臨摹啦，用一種個停頓的欣賞嘅詩體寫嘅一種方法。至少我講，至少在學習嘅過程裏邊，唔好講哎呀，題目佢說暗藏下還是冇暗藏，某啲人都說突出來，我們都是停頓欣賞嘅詩寫久嘅，都會有時裝一樣。錯，因為我哋一派嘅你三則詩，都數破離，數到一個書稿，一個不斷咧嘅運作，寫到熟絡嘅時節，唔自然都可以破，一破都會離，有啲我哋本門咧仲係嘅你尊嚴啦，嗰種我哋國東先生對我哋咧教寫毛筆詩嘅部分有自己嘅幾貼喺啲想法，但是以後嘅一啲書法版按照三風書法版，做乜講按照三風書法版咯？按照下一套節目我馬上同講哦，休息下我哋馬上過來。翻過來，福起來嘅上一節目，我哋來自屏東竹田三風書法版嘅創辦人蔡國東先生同我哋講，而書法版底部嘅教學嘅方式，頭先我哋咧已經有講到講，而家書法版嘅三風書法版嘛，頭先我哋已經有講到講，睇書法版底部而家嘅教學嘅方式，但是三風咯，當初做乜要按咩名啊？一個三風書法版嘅成立咧，就會受到我哋先生嘅華山先生嘅影響，但是咧，我哋冇法度太多像我哋先生，由於屯師傅參山，所以講咧，我哋都用一個意象，三風嘅意象嚟做嘅咧，其中咧多數咧，我會同學生嚟講，除了寫詩咧，我哋要配合讀經典，了解一個佛祖留下來嘅經典，第背呢，一道嘅經典咧可以影響我哋咧寫詩，
因为呢，在我哋书法同一个佛法呢，放用嘅任何一啲嘅國土地位呢，又可以達到平衡，所以講呢，一個最重要，安尼都因此安尼來創辦一個書法班。但是一部分行還是唔夠了解講，你用嘅去用一啲書法來去變成佛法嘅一種體悟的工具嗎？還是講一種路向咯？一個真簡單，我哋寫詩嘅人呢，寫全部都我哋古代聖賢留下來嘅文字，一到聖賢留下來嘅文字呢，我哋了解地背意思，除非一到古聖賢啊，一到詩詞嘅嘅地背都有也特性啊，嗰時我哋用德來用心，一個文字嘅創作呢，全部都有意思嘛，所以講呢，多少就同一個佛法有相大嘅關聯，嗰時呢，一定可以嘅呢，唔像一個古聖賢地背呢，一個嘅呢王羲之啦，嘅呢蘇東坡呢，嗰個一個黃庭堅，一個書法大家呢，伊哋當時呢。做乜嘅會接觸一個佛法同一個過程，可以討論一個就係一定喺書寫當中呢，有了解到一個書法同一個那個佛法一定有相大嘅關係，所以講我哋都走一個古聖賢嘅路線嚟行，他目前呢，我還冇法度嘅了解到講一個路途點樣去行，我一定會朝一個路線嚟行，了解之後呢，來傳俾我嘅學生嘅。咁從即個本身來講啊，幫我哋地方唔係100人扮人啊，嗰種是社會靠個啲書法嘅傳承形式嘛，咁當初呢，我有一個經驗變成一個書法傳承嘅一個重要嘅形式。嘅你出家嘅你思想啊，既然是有喺學習寫一個書法，我哋都要有安尼心，同一個文化繼續傳承。嗰時我都有安尼統一去100空班人去考一個嘅你書法嘅傳承大師，佢用喺嘛嘅你100都必通過都開始做一個書法嘅教學。咁從有書法嘅教學，冇得講有傳承大師來講話，而係咪愛常常去參加冇叫我發通啊？係一定要有成績出來，就係要有教學，要有嘅呢參加展覽，安尼，能有符合伊下嘅精神，安尼講2年當中呢，冇參加安尼發通呢，2年過後呢，我同取消一個資格。從即個參加發通地方，有即個印象幾深冇？唔擺出去參加發通嘅時間呢，比如講有寫詩同民眾結緣，民眾呢對人嘅詩呢，認同感，我哋感受得出來，排年輕度，記錄我哋寫詩嘅人嘅一種嘅動力啦。嗰種一般來講嘅話，有因為講一樣嘅去，我哋講個上人強人靠落去寫傳承一邊，我哋算是我哋個重要嘅一個文化傳承嘅部分。一個講法來就唔係國民嘅嘅宣傳嘅力量嘅，假如披上我哋國家嘅安尼嘅施政，比如講，冇講我講國家啦，講我哋鄉都好啦，我哋一個鄉公所要推廣冇，我哋一個學校，任何啲小學、中學、高中學校地方要推廣冇，是因為講學校地方推廣同一個單位嘅推廣真重要，因為國民嘅嘅上線上嘅嘅推廣有限，安尼。
像我哋以前萬寫時候，我哋從頭學到如果明白專業，吼，你啲周記以外，吼，如果交出一啲書法作業，吼，嗰時其實睇睇細人如果開始會寫題詩、寫毛筆詩，但是而家細人嚟嗰種有毛筆詩嘅部分已經冇像我哋以前要求咁多，嗰時慢慢嚟我哋認為講嘅文化地位歸創業嘅意識，慢慢嚟冇意思。咁先生，你這個對人家未來有乜嘅打算同期望？哦，當然咧，冇乜嘅嘅呢，青態嘅呢啦吼，最主要如講，出家子孫咧可以傳承啊，哈哈，如細人咧可以傳承下。錯，係啊。咁從這個對你來講，我發現你以前看到爸爸寫硬筆詩，吼，然後後來就做兵，然後做警察的。然後一直讀到先生以後，一直做傳承書法嗰件事情。你當初有想到講，後來會把書法嗰件事情變成生活地方安重要的角色。一開始呢，冇安尼嘅呢打算啦，吼，冇上安做啦。就一種嘅興趣，吼，愛看懂一個草書，吼，將個擺事學習安尼。啊，一個後面做教學嘅吼，講實在也係一種嘅因緣啊。它自然而然就形成這個因緣吼。啊，我們就這個我哋都安尼去實行安尼吼。很多因緣錯。哦，啊，個咧最主要一點嘅吼，本大家一啲觀念都講，我哋學習一個書法吧吼，一開始啊寫題詩，寫題詩冇先寫寫詩嘅。題詩寫冇嘢嘅時間啦，吼，寫詩自然就會寫，因為一開始寫詩嘅吼，我哋愛書嘅，愛口傳作嘅嚟寫，寫久嘅時間啦，吼，習慣咧，題詩嘅都冇都寫，因為寫題詩嘅唔愛書愛離開桌面嘛，吼，嗰種唔如果較唔穩，哪邊咧如果唔穩，遠邊也得，吼，都會如果嘅咧唔穩，嗰種咧，我哋寫書法咪一定要先寫題詩嘅，嗰個寫詩嘅咧自然就會寫得寫。咁從頭都要講到講啲，這個世界同我哋咧向發展，我哋咧發展先生咧學毛筆嘅學毛筆嘅時間，其實就唔知個因為講發生，唔知講為什麼我拜入嘅先生做先生咯，因為有乜個體質係唔知個佢認同嘅，冇得講佢好嘅咯。吼，第一點嘅嘅咧，就係通知都講愛來學習一個草書，看咧懂草書安尼。伊本身一個華山先生嘅本身咧嘅咧吼，其實伊六種嘅詩體全部都會寫，但是專長嘅都係草書。嗰時候我都看到一個廣告，我都去報名學習安尼，安尼。我當初咧，我哋意識當中咧，我哋咧開始認為呢個對一個楷書開始先教。第一堂課一入去嘅時間，我喺先生都講，我對草書開始潛入。因為堂課嘅時間我都不以為然吼，我都想講，掉頭如果隨意嘅，冇想我學嘅安尼吼。嗰陣我同朋友們都講前教嘅，咁我也去上起嚟，人來結天用嘅，結果咧。3堂4堂過後嘅時間啦，感覺一個先生講嘅有時把有道理哦，都就按嚟繼續按嚟，如按嚟沉入嚟落邊。好彩當初前叫嘅，係咧，好彩有嘅你啊，要留下來，好，唔係錢嘅問題，好彩要留下來。嘅唔係錢嘅問題，唔係錢嘅問題，錢應該我錢係啲經驗啦。錯。嗰時候有一位人夫以後，你好彩留下來嘅。但後來即個學習到講，對我哋華山先生嘅一啲草書地方，即個因為講最適合冇得講，你即個領悟最多嘅部分係哪一部分？一個東西也好，都看各人咧哦，看各人咧嘅咧吼，但是我是因為講，一套咧，就會有配合一個經典來實踐一個書法。嗰時本來一種嘅趨勢嚟講，一定要配合讀經，能用法度去體悟伊個筆上嘅嘅咧意義，伊也用心睇那是的。
可是也部分係咪嘛有影響到唔見噶，唔單止成立一個上峰嘅書法班，同時影響到唔見噶教細人咧，無論講有學生嘅一個想法同一個做法。這是一天咧，確定受到完全受到一個華山先生嘅影響，因為講實在佢皮膚一個先生，皮膚一個先生，所以一個佛法同嘅一個書法嘅連結有伊下嘅呢，伊下嘅呢獨到的一個見解。咁一部分有啲問題嚟講，譬如講，因為有講到講佛法嘛，嚇，嗰種像有嗰種係，譬如講有啲基督教朋友啦，你講唔係先佛教朋友，而會影響到伊個學習也個書法。像安尼是講，當然我哋都冇去同一個學生咧講佛法嘅事情，也講以前咧，我哋做先生嘅孔子先生咧，比如講因材施教嘛，因材施教。但是就讀到安尼嘅時間，我哋記得以教派不同嘅時間，我哋都盡量唔好喺人面前都講嘅呢其他教派這就只能夠有一個書法嘅問題上做探討如何來。因為凡是看到我哋師太人上硬筆是下鬼講，嗰種我哋國中先生，你對文史一件事情你過有興趣。後來拜嘅華山大師以後，伊嘛慢慢地行出自家一條睇寫書法嘅一條路。經過咁樣嘅國中先生，來到現場就分享到唔同書法嘅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各位觀眾。休息一下喎，大家聽下啲體育先生來強下運動哦。我看福起來的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